后来过来有关金华城甲政治现金的弊案，台北地方法院早起第一届来开庭，传唤3个人。都委会前执行秘书邵秀培、台北市的政府市长彭金星、郭文铁办公室的前主任李文忠。这彭金星伫法庭讲，受押以来，伊已经互问过30外届的口供，应该讲的拢讲啊，伊无买反口供。啊，那邵秀培嘛全部认罪。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政治现金的弊案，今日透早头一摆开庭。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穿黑色的乌金外套对镜头热手。你今天还是一样会认罪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话想要先说的吗？裴金星早起9点半开到10点20结束。伊甲检方讲，进行30外摆，该讲的拢讲啊，无被编口供，对检方无意见。检方问伊讲，针对金华城案768摆会议，研议老地办的面积讲到用这种地。裴金星的律师讲，这敢若违反着收受定金案，毋是道理。检方应该提出裴金星甲送当时有犯意认同，认为定金案若会变成演技送审案，毋仅涉犯道理罪。台北市都委会前执行秘书邵秀培捐款出现伫立法院，伊伫庭上全部认罪，开庭无到半点钟就结束。这是有认罪吗？可能转证人有什么感想？另外，北院也对台北看守所招提在押郭文铁办公室的前主任李文忠。伊无承认犯罪，强调当时会主押好210万的讯息，是因为伫市长生日节到3工做公关，感情是109年团的，伊早就离职，完全无插手金华城案。法官问伊公益清鉴和背信有啥物话要讲无？李文忠应讲，成立不可是商业考量，否认是小金库。伊敢若从850万的政治现金，其他重大决策下骹手人的问题。郭文铁过去的2个下司全部拢认罪。啊，那外界关心郭文铁甲沈庆京等等其他被告审理的进度，伫旧历的过年后对开庭审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